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几款我们公司的轨道。首先来看这款也是属于静音轨道，当然它中间还有那种磁控，如果安装在酒店的话也是特别合适的。它一搭，那窗帘就严丝合缝，不会露光了。同时它也是支持双支架的，这样子前后一步一刹这样挂很方便。第二款，如果你需要有颜色的，我们也可以提供。然后这些东西颜色它都是可以特别定制的，也是特别适合酒店。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款是我们公司今年新出的产品。你会发现其实它是没有支架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在支架上冲孔，这样子你的螺丝就可以直接扣上去，对吧？固定住这个轨道，那这样子就不需要那个支架了。然后这些孔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要求特别定制的，颜色也是可以特别定制。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轨道特别的薄，对吧？所以它对空间的包容性就特别的好。这边也是有个那种滑轮，闻起来也特别的丝滑。目前我手上这款是一款弯轨道，它也是可以那种静音的，拉起来也特别丝滑。它是属于那种轮轴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滚轴